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即马中国毋但是军机来闹台，商业战争嘛对倒来。半导体、高科技的人才流失真侪人才，人民工作职业的选择要哪来看台？那么调查局是咧侦查什么？起诉什么代？另外，美国国会将要审查着台湾政策法。 毛七4的联名震慑震慑来摆开来，那么无声的战争就伫咱厝内，咱到底来关心。那么首先，咱来紹介到現場的來賓，也咱資深的媒體人，我係先輩蔡玉珍。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二位也是咱的律師陳義新陳律師。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三位呢？ 咱的好朋友，咱的原治大學的教授高仁山高教授。各位觀眾朋友，晚安，大家好。咱今仔日呢，主要看到真濟報紙的頭條，昨下的新聞講起，哇，講這個美國要來審查到這個台灣政策法，這到底會過未過？頭頭事先哦，問過諸位來賓講，哦，這個敢若會過哦，這會過的影響是安怎？咱首先來看這個新聞報道。 美國國會中央急停台灣的法案，台灣政策法案，會伫美國的時間14日下晡，也就是台灣的時間15日返證，伫咧參議院外委會來做審議。進前白宮的顧問蘇利文伊破白咧講，對法案的部分內容有小可煩惱。白宮國安會戰略溝通協調官科比伊伫13表示講，會煞咧做溝通。Members of our legislative team and in the administration here are. In discussions with members of Congress. But I would just remind that we have been deepening our involvement and our support for Taiwan. 白宮定性對台灣的支持，這是未改變；對台灣的軍售，嘛是致力伫咧台灣的自我防衛。提出台灣政策法案的參議院外委會主席美蘭德茲受訪伊表示講。 估計這個法案會當喺委員會得到兩黨的支持，這是一部未改變美國目前對台灣政策的法案。We also have put forward legislation that we hope to pass very soon to provide Taiwan with the tools and the training it will need to defend itself from the CCP's efforts. 美國停台灣抗中，這個時陣路透社報道，美國正咧考慮制裁中國方案的選項，要來阻嚇中國侵略台灣。台北當局嘛透過外交甲歐洲聯名施壓，希望會當來促使歐盟對咧做。擁有堅實的國防實力，台灣才能擁有真正的和平，而國防自主正是其中重要的關鍵。 總統蔡英文伫13日下晡去陸軍兵工整備發展中心視察分百戰車的生產線，講到愛有堅實的國防實力，安尼咱台灣才有真正的和平。記者綜合報道。咱看到美國國會看起來真認真吼，要來殺這個法案。對。一方面，咱看到台灣政策法吼，要來審查，伊講要來重新對着台灣的支持，但是國台辦啊，這一定的標準答案。 但是除了政策，國會以外，其實因也組織着即咱的74吼，包括着韓國、咱台灣也要來入去。但是這部分中國嘛無伸手哦，伊要來台灣污咱的人才，所以連續上，咱今日看到一大堆新聞攏是這個。事實上，韓國人敢有遮認真要來參加着這個聯名，因為什麼困難？來，玉珍姐。是。 其實吼，這邊的這個台灣政策法案吼，對美國國會來講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為就是頂一遍要佩洛西要來台灣訪問進前，當啊通過這個精闢法案，吼啊，這是精闢法案刷落去，佮第二波的這個包括軍事、包括外交吼，要來對付啥？要來對付中國的這個台灣政策法案。 所以，咱看到講吼，這邊中國大家攏看20大對習近平來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這個第三任這個任期的大事。但是，對，但是伊感覺伫這個坎站要出去訪問，其實對習近平來講，過去大家攏無想到講，伊會伫這個坎站要出去訪問。最主要是因為伊要參普丁見面，要參一寡支持伊的所謂的
共产的国家吼，要来反对讲哦，美国安尼做，其实对伊吼是威胁的。所以你看到中国的动作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伊足侪方面要来做这个代志，包括什么？包括顶件精品法案了，咱看到讲，拄啊好佩洛西来台湾要去韩国，结果韩国总统尹锡悦唔敢见面，唔敢见面啊！啊，这唔敢见面，做明显的就是讲吼，这个四方联盟内面吼，台湾、韩国、日本跟美国吼，啊，但是韩国伫遐张图，因为伊的这个半导体的市场一大半拢是伫咧中国，所以伊无法度通好选择讲，我干那要选择美国，我无爱选择中国，所以这个情形，吼韩国即马是看伫遐摇来摇去，吼啊，大家嘛讲啊，你过来台湾政策法案了，吼，大家拢爱对台湾这个所谓这个中线的问题，吼，爱共同来防卫。所以你看最近，咱看到中共的军机伫咧咱海岸，吼。因即摆叫做有人的、无人的拢来，常态性的啦吼，不管是无人的飞机，还是有人的吼，就是因即摆叫做常态性的，就是讲我要伫遮说吼，啊，这是我阿公啊的即个海线的范围，嘿，所以吼，恁外口的人若要来吼，我会甲拍落来吼，因即摆用破的嘛，所以你看到讲这边的即个法案内面吼，其实最主要是包括美国要推动讲吼。未来4年，因增加足侪预算吼，至少45亿，要来协防吼，要来甲台湾斗相共，嘿，所以这个部分，咱当然是看讲吼，最主要包括对精品法案到台湾政策法案内面哦，上重要的就是讲台湾是安怎有这个价值，所以台湾的价值就是讲咱。有一个最重要的护国神山，吼，护国神山台积电。台积电即马最近咱看前半年的这个经济这个情形哦，你看讲咱台湾的经济吼，全世界拢咧倒退，包括欧洲非常非常的严重。欧洲吼，即马就因为乌俄战争，所以足侪天然气、足侪石油拢断线哦。对，所以欧洲足严重的，但是咱看到讲台湾的经济，还佫收掉前半年的这个成长，最主要就是讲咱的半导体内面，包括汽车要用的，包括电脑、佮智慧型手机加要用的，咱的出口的这个数目，其实是交出袂少袂歹的成绩单。这就是讲咱的护国神山半导体，咱的台积电会当互美国。会当互全世界拢感觉讲台湾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台湾政策法案是高科技以外，包括外交，包括军事，嘿，要来互台湾更较安全，更较袂互中国来甲咱吞打。我煞来要请教就高教授啊，嘛要来请教就陈律师吼。这个台湾政策法，有科技，有军事，吼，有外交，但是咱会当料想到中国。会提出什么招来反制呢？老师是，其实我拄啊补充玉珍姐吼，咱讲台湾政策法吼，内底对经济吼，嘛有一个足重要的条款吼。咱之前吼有讨论过，啥怎迄个做印太吼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内底无台湾，但是咧，你即摆你即个。台湾政策法内底，你就真明显吼看到，遮内底有一个法条，甲台湾放入去讲，这条法条通过吼，你就爱甲台湾放入去印太吼经济合作协议内底，对，吼，所以呢，唔那安尼，另外一边就是讲，伊内底有一条法案，就是讲承认台湾是非 NATO 的盟邦啦。虽然你唔是 NATO 的人，对，但是你同款战级，对，你是一个民国啦，吼。咱若是变讲台湾是民国，美国就正大光明，吼，伊的这武器会使来协防台湾，吼，所以这对台湾来讲是一个足重要的一个法案，吼。但是中国一定会出招嘛，吼，因为咱即摆新闻吼。国际新闻啊，大家拢知影。用脚头武术嘛，知。对，因为伊就用尽一切方法、一切资源，要挡这条法案的通过嘛。哦，所以你讲哪有较奇卡？拄啊好，这条法案要审查，啊习近平拄啊好要去见普丁。哦，这就一个变讲因大国你算的一个。因来咧想办法啦，对唔对？因嘛咧想办法嘛。
所以伊即摆嘛是讲吼，迄个上海经济合作协议嘛，中国有伊的盟邦，吼美国有伊的盟邦，两个来比看卖是中国中国较强咧，还是美国较强？所以咱之前有讲说，乌俄战争上无爱伊真正结束的是倒一个？是中国，有可能是中国嘛，因为伊在这半期内底，伊就一声甲美国讨资源，一声甲迄个，伊才有通搁移落去甲迄个罗西亚塞目色咧，对不对？伊背后你支援罗西亚嘛。是。所以对安尼讲来讲的话，咱台湾是足重要的一个亚洲的。教授，你睇讲有文的武的，我们来请教着这陈律师吼，你的意见，这个台湾政策法一旦啊通过，在文咱会当讲武的一定是继续飞行机有人的无人的来飞啦，顺潮这军舰嘛来啦。那在武的咱会当疗伤个，那文的呢？那就比如讲晶片也好，人才也好，还有其他什么物件？一般即马来讲就是讲，即个台湾政策法吼，有一个部分就是教育甲交流的部分。有教育的部分，这算做全面性的哦。对，伊全面甲台湾要强化即个各方面的交流甲合作。是。像是。像就讲迄个，伊会当提供，伊爱提供伊的政府的迄个雇员来台湾学习的迄个奖学金。台美官方爱进行交流的计划，来取代迄个中国迄个空注学院。这个部分这也是最外交的延长去到了世界各国要来甲中国来竞争这也是文化面嘛是爱甲迄个爱取代迄个这空中工的中国的迄个影响的迄个部分。是。咱今日个看到这个新闻还是拄啊好。台湾的国际半导体展览，今仔日伫这个南港而且展览区来举行，讲有差不多700间的这个厂家来参加，而且差不多2450个这摊位哇，真正闹热。但是呢，最近咱今仔看到新闻讲中国业者叫咱抓住要来这个高薪要来聘请到人才要流失。咱来看今仔这条新闻。对电动车等技术继续发展，车用电子需求增加真多。台湾去年车用电子已经超过3000亿产单。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若搁加上原来车用零组件等等，伫个未来台湾车用产业的产单一定超过1兆。不过，依然有一个关键问题，需要政府甲民间做一个更加有系统的结合。车用的供应链本来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今天这么多的供应链要进来到我车用的体系里，台湾怎么样有系统的打进去到大车厂？台湾国际半导体展14正式开始，经过将近50年的发展，国内半导体产单去年已经达到4.1兆。不过最近传出中国 IC 设计业者想要用真悬的薪水学台湾的人才。业绩电董事长王宗仁表示，这不是第一摆的代志，短期内可能有点伤害，不过长久来看影响有限。大陆的竞争力并没有比台湾强，你比我更贵的薪水可以维持多久？对不对？你现在。所以我们以前很多被挖走了，现在又跑回台湾来了。希望透过强化北台湾的半导体聚落，以及推动跟南台湾的半导体 S 廊带来紧密结合，来完善台湾更为完整的半导体产业聚落。怪之美国收盘淡薄，台股也受连累。王宗仁认为。外界对现阶段各项局势难免感觉不安，需要一段时间慢慢消化。对台湾产业依然充满信心。年底14月将库存消化掉，就会慢慢又回来。记者综合报道。咱当然到现场头咱听到这黄董事长讲，你要领的悬还是要领的久？去到中国的人，伊的立场是安怎？实际上这条新闻在今仔变头条。伊就开了真悬的薪水来挖咱的人才，咱在线顶
也是咱第4位来参与咱讨论的黄帝英黄律师啊。律师，我要甲你请教吼，这个检察官吼，伊来起诉这个台湾新源公司案吼，但是我的问题是，这种事后侦查，这个侦查的过程当中，来发现讲啊，伊这个原材拢是总公司咧控制，这个侦查吼，敢有遮简单？来，先甲你请教。应该安尼讲吼，咱即摆台湾最近我按法开始做修法，其实要保护的就是拢真侪咱即摆台湾真重要，了叫做国家核心关键技术。啊，这个技术的内容，因为中国即摆足巧，知影讲，包括美国也好，啊，包括台湾也好，伊针对着咱这个所有民主国家的这个资本的这个市场，啊讲啊，我要给恁摕恁的物件，还是要讹恁的物件，爱透过这个资本的方式，就是我可能为外口成立在纸上的公司，啊，透过这种公司的方式开始渗透入来，所以台湾的按法甲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要做修法，就是因为讲，即摆咱面对着，亲像讲拄则主持人讲到的，这个新源公司，这间新源公司在中国其实是真重要的一个，对中国来讲是真重要的这个公司，伊透过讲啊，这个在台设立这种分公司的方式。渗透入来，所以树林地检署踮咧遮，伊去发现讲啊，这个内底你后壁其实就是中国嘛，你实质控制就是中国，所以为中国这边来做实质控制。即摆法律吼，其实有2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刑事责任，就是讲你若无经过咱台湾的定数经济部的投审会，落去做审查，落去做把关。你直接用中国的这公司，透过第三地也好，透过香港也好，甲资金入来台湾做分公司的这个行为，这个行为伊就会使甲做刑事上的起诉。同时，伊的即届的这个没收吼，树林地检署讲啊，你中国新源，你这个在台湾做这个 IC 设计吼，你透过一个这詹姓负责人，这姓詹的人在台湾做这个敢若分公司，你内底要请什么款的人，要请什么工程师，拢搁爱搁转去中国迄边来做报备。你这个行为，所有拢是中国咧控制，所以踮咧遮我起诉你这个姓詹的负责人，违反着这个法规之外，我搁申请要没收，因为你这段时间你所经营，你赚到的这个钱，伊讲，所检察官甲算过，讲啊，你拢总加起来8.8亿，你这所赚的这个钱吼不法所得，我嘛要申请甲你没收。所以咧台湾这部分其实咧保护咱的这个应该算咱的关键的这个科技的非常重要。这2年国安法的修法吼，其实嘛有关的这个相关的程度呢。因为国安法咧修法，伊是特别讲过，讲对着国家核心关键的技术，就是讲，譬如讲，咱常常咧讲的半导体，是讲这相关的这 IC 设计，这种的重要的技术，国家要来保护。所以踮咧国安法修法，伊讲你若经济间谍吼，过去无安尼处罚咯，经济间谍上重会使判到12年，就是讲你若去偷摕国内，譬如讲咱的护国神山。相关的这关键的技术，你甲偷摕出去，这种经济间谍，上重会使判到12年。同时，咱即摆最近面对一寡挖角的行为，这挖角因若甲相关的这个技术，就传出去中国，这叫领域外。踮咧即届修法了后嘛，以后若相关的行为，你甲挖角，恁知乌走是一回事。因为挖角真侪这个技术关键的技术，这个知识是咧头壳内底，工程师的头壳内底。律师，我要甲你请教吼。你刚刚所讲的，迄是民事还是刑事？刑事，这是刑事，都是刑事。12年，有期徒刑是经济间谍，这判甲关甲12年。这是这届国安法修法了后才有的这个行动。这同款吼，我小等下要来请教在场嘛，是陈律师吼，嘛先请教黄律师吼。这个侦查的过程当中，其实还佫有真侪技术爱来厘清啦，讲你的校谱。或者是你的人数，但是我讲较白吼，伊头一摆即摆调掉，伊第2摆搁要入来的时阵，伊就安怎闪撇？即要变怎闪撇？伊嘛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吼，这到底要安怎防范呢？确实吼，主持人讲得无毋对，就是讲伊其实伊咧对美国的渗透也好，也是讲对台湾的渗透也好，伊知影讲啊，咱咧把关讲啊，你偌济比例袂使是中国资金。伊拢知影，所以伊一定会去想，譬如讲，我举简单的例，伊就踮于一个英属维京群岛一间公司，这间投资公司呢，佮转去香港，啊，佮转去倒位啊，转来转去，尾也是入来台湾，所以这种的方式是定有的。咱咧法律上其实有一个观念，叫做爱去往后去找些实质的这个控制，就是说，你毋是表面上讲啊，你这无20%、无30%，你爱去看后壁迄个投资公司，伊是外口。
不管是讲伊是因属什么维京群岛等等的，伊是纸上公司也好，你要去看伊后壁资金的来源。当然，这对咱国家来讲，对咱政府来讲是真大的一个负担，就是讲咱要去查后壁的资金。但是美国嘛是同款拄着同款的问题，是讲中国嘛是用外口的什么一寡避税公司的纸上公司开始资金入去美国。美国嘛是安尼一步一步落去查，所以咱咧法规上咱有把关的义务。经济部投审会是初步的，即应该讲是较后段掏金的这个所谓外口的公司，境外资金后壁。你到心会啦，好好审查，辛苦爱查的所在。是，那么长时间啊，我把你请教到陈律师吼，我也是咧想讲，咱要头先来审查，这个审查的过程，尤其即马吼，香港到底算中国还是香港？这是要安怎来分得清楚咧？哦，这个问题就是讲，进前咱这个香港澳门关系条例吼，是，迄个规定甲迄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规定吼，这部分较无共。无共款。嘿，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基本上都是甲迄个入资吼，你要来我遮开分公司，也是咧要来台湾投资，你拢要经过审查吼，爱许可，爱政府的许可才会当入来。但是对迄个香港商、澳门商都无共，加视同迄个外国公司，吼，这个港澳关系条例内底就规定就是讲，他们因遐个公司要来咱遮开分公司，就视同迄个咱公司法的对外国公司迄个章节的规定去做处理，对，原则吼开放，吼例外审查，对。所以这是行政裁量权呐。对，这是立法委员吼，立法因的迄个立法的决定，吼，加这是国会的决定，吼，代表咱人民的迄个意志，吼，进前就是有风声，就是讲迄个香港反送中了后，吼，有立法委员有建议，就是讲把迄个港澳关系条例甲修改。是，嘿，甲迄个港资、甲澳门资，吼，渐渐甲伊视同敢若入资，拢爱事前拢爱审查，才会当互伊入来。因为中国足够迄个认证，吼，足够迄个。陆真姐，你有敢有同意爱安尼处理？其实因为即马两岸的局势参过去无共款啦，吼，所以我就拄仔咧讲吼，最近有一间公司叫做立讯啦，吼，这间立讯吼。奇怪，伊来台湾足久的啊，大家拢知影讲伊的董事长以前是咧鸿海吼，叫做王来春嘛吼。结果即摆咱会讲啊，伊无经过即个投审会审查吼，所以最近才甲起诉吼。其实咱用即个关系来看吼，伊就来足几年啊。其实吼，包括咱拄仔咧讲咱的投审会是毋是会当严格来审查，来预防咱高科技关键的即个技术吼走去中国。最近过去走足侪去，包括我举一个例啦吼。其实最近一个股票起足悬的叫做威盛吼。威盛呢，大家拢知影讲，伊参宏达电这两个姊妹公司吼，因伫咧中国上届直接的合作的对象是啥？是江泽民因兜嘛？因的这个上海上海的这个兆鑫个联通嘛。兆鑫最近因为股价起足悬的，就讲伊中国遐有一寡迄个晶片的补助嘛吼。但是兆鑫，你若讲看伊这间公司，其实伊就是参威盛合作。其实那安尼合作，佮参要安怎算？对，要安怎算？所以吼，我有去追查过。当年呢，伊去甲投审会申请的时阵吼，咱的投审会规定讲5000万美金以上就爱实际审查吼。5000万美金以下咧，就是书面审查。所以你敢知影伊申请偌济？我去调资料吼，伊申请4950万美金。哇，所以太心平。对，所以伊的技术，伊就对美国直接过吼。所以我讲的，就是讲你讲刀高一尺，无高一寸吼，就是这个技术人伊就会知影讲你安尼我就4950万，我要安怎合作是我的代志。所以即马咱看到讲，因为即个半导体，因为两岸即个较紧张，吼，所以咱就看到心源，吼，甚至感觉讲，过去有一寡公司，台积电的人，吼，一寡即个包括联电的人，可能大家拢做想要学的。因为咱台湾的半导体人才是算讲介优秀，培养了真久啊啦。对，
但是我坦白讲啦，吼，其实对以前咱限制讲啊，咱半导体吼卖去啊，但是曹新成伊去遐伊去遐做了吼，啊才后悔吼，啊后悔了，伊即摆足爱台湾的，伊讲吼，我后悔当初是若卖去就好，伊会好感吼，所以曹新成好感，会使讲是去中国做半导体即个典型，啊嘛是黄崇仁讲的迄个典型，讲你是要领久，啊是要领悬领短啊吼。啊，其实遮个人拢是因为安尼，拢是因为讲啊，我吼做即个半导体做甲忝到要死吼，所以吼就爱看讲我的肝到底好啊歹。一摆看来挑较济，2年挑咧就好啊啦。所以遮个人会去用学去，足侪拢是讲我去的时阵吼，至少趁2-3年，趁永远的退休金。吼安尼你若较短视近利，你看讲啊，我看眼前呢，啊，就去用扭去。好好做一票。对，好好做吼，啊，因开的绩效嘛足悬的，所以这内面吼，包括咱讲咱的半导体人才内面吼，上界害，啊嘛在这点吼，啊甲追溯追到讲吼，我就爱你面对处罚的一个人，就是梁孟松。梁孟松吼，伊是从足重要的这个技术吼，你敢知影5奈米以下吼，要去进步足困难的，迄吼就爱泡落去水底。泡落去水底吼，你敢若有一个折射对吧吼？啊折射了，你对5奈米、4奈米安尼一步一步起哩对，所以伊有一个足特别的技术叫做浸润式，就是讲我甲泡落去水底吼，啊佮进一步来研究后一个阶段的。梁孟松其实伊知影台积电有这个技术，伊甲这个技术，技术佮规旁人走去三星，所以梁孟松是用这个技术摕去三星趁上济，啊台湾的人才走出去上界害溜溜的一个人，就是讲对台湾的半导体伤害足大，包括3星线啊尾啊堆会起来。就是这个，玉珍姐，你讲一个重点，我请邱教授来看。你在你的国际合作经济这个角度来看，梁孟松，伊应该是爱国还是爱操作？其实这就歹讲啦，因为吼，梁孟松过去3星吼，甲伊咧台积电吼带了袂爽有足大的关系啦。因为一个公司内底拢有竞争关系嘛，吼，这董事长吼，执行长要甲向升官吼，要资源要第一代吼，拢有足大的这影响。吼，伊当初会离开3星，吼，嘛是甲伊的组长有关系。吼，虽然伊迄时阵是做技术长，吼，但是伊顶头阁有其他的吼。另外一个吼，拄啊玉珍姐无讲到是林本坚啦，吼。林本坚搭迄个浸润式的技术吼，伊嘛是。内底应该说双珠啦，吼双珠啦，吼啊结果是迄个张忠谋吼是较看好林本坚，因为林本坚伊是基督教，吼伊是基督教吼，啊伊本来是迄个越南人啦，吼越南裔的华侨嘛，吼华侨嘛，吼啊所以变伊就足反共的一个人，吼所以变讲最后这个浸润式技术是互林本坚去带。啊，梁孟松就袂爽，就出走，所甲伊的下骹的这人的这规寡人捧去嘛，吼。啊，所以咱拄仔咧讲吼，你讲国际合作内底吼，对人才内底其实是足重要的一块啦，吼。因为变讲你咱即话讲 Chip 4，吼 Chip 4内底4个国家嘛，吼，美国、吼日本，啊甲韩国加台湾嘛，吼。那其实这内底吼，咱讲人才库上济是台湾，吼是台湾，因为咱就源源不绝，吼你教育这半导体吼，林本坚伊退休完即马就半导体学院的院长嘛，吼。啊美国呢，其实半导体人才足少的，吼足少，因有这技术，但是这人吼要入去半导体来吼，无济啦，吼。啊日本是已经断层了。日本是已经断层了，吼，所以咱讲未来来讲的话，毋是干那中国要学台湾的人才，咱的人才搁爱甲国际合作啊，吼，搁爱甲美国合作，搁爱甲日本合作，吼，所以我会感觉讲吼，对人才这个概念，咱应该爱专业，变讲咱的门爱拍开，咱拍开才吸引欧洲的人才甲美国人才来遮受教育。吼，来遮受教育，是吼，伊受过教育，伊伫半导体又摕到好的薪水，伊才有可能
点会落来。老师，你头仔讲到这个薪水哦，哇，这讲到薪水就宴开。人哦，一摆咧，甲你等500万、1000万的年薪啦，去要甲你学哦，所以咧人才哦会流失。但是事实讲，咱宪法有规定，咱人民有选择工作，吼，啊个迁居的自由，吼，咱也无法度甲阻止。即我来问吼，咱的律师，咱法律上敢有通来铺排讲你这袂使禁止你去倒位？事实上。有某种程度，譬如讲，你接触到机密的事业，你有3年的闭塞，哦，你袂当出去安怎？敢有可能安尼？哦，宪法内底其实有规定，就是讲基本人权吼，有敢若主持人刚拄啊讲嘅迄个工作权吼，啊甲迄个迁徙的自由，吼，这是宪法有规定嘅。规定。嘿，但是讲咱。敢若有特别的理由，吼，比如讲国家安全会考虑，比如讲《两华人民条例》内面有规范，对，所以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讲，咱国家安全法内底都有规定啊，吼，伊有设计的迄个限制的，讲你离职3年内，离职3年内的人士吼，你要去大陆吼，爱先经过审查，爱政府同意才会当去。所以讲，伊即马限制迄个方法，毋是全面性的迄个限制，也是讲伊是取一个折中的迄个限制的方式。我毋是全部你离职，你有这个技术，你有这个技术，你会读册，你知影，你永远都袂当去，毋是安尼。有3年期间的禁止你，互人对袂掉啊！我上去。对，所以讲，这个国家安全法是讲迄个软化的迄个人民条例，吼，内底有经过这样安尼讨论甲考虑，吼，立法院选择一个较折中的迄个限制方式，吼，相当程度会当保护咱的国家安全，吼，把相当程度。兼顾咱人民的迄个基本人权。刚关这个问题，我要来请教线顶吼，这黄律师吼，咱小等即马先来，黄律师伫线顶吼，律师你有啥物看法啊？对着这个法律上面啊铺排，咱人的流失、人才的流失，或者是讲流失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去日本、去韩国、去美国无算作流失。或者是讲，伊要去的所在，甲咱有竞争关系，咱在某种程度爱来甲限制。应该讲，咧审查的具体个案，当然会去评估讲，即个是毋是伊人要去中国，这当然较敏感嘛，因为伊咧甲咱做竞争。啊，当然去欧美伊嘛算是出境，所以如果是伊本身这部甲即个咱国安法即摆所讲的新修法讲，伊甲国家关节即个核心技术有关系，伊了后要离职了，这段时间要离去。过去咱咧这种限制方式吼，大概拢是对这个公务人员、高官、国安局啦、军人落任了后要限制因出去，因为遮个人会接触到较机密的问题，所以因落任了后要出国，拢爱经过这审查。即马增加的范围就是讲，因为针对这个咱的所谓这个护国神山的这关键的基础设施吼，关键的基础核心技术，这个技术吼，其实咱咧讲。那无这技术会动摇国本的，所以这个物件，即摆国安法甲修法了后，变做讲这个内容，这个秘密，甲国家级的秘密同款具有公共性。那这个公共性，它伊就去审查讲，未来这相关的这所谓的列管的人，伊若要走出去中国，当然真侪这种机密的物件吼，是伫咧头壳内底。伊若走去中国，当然有这个风险之理，所以就会个案落去做审查。当然，这人若要出境去其他所在，我来讲诶，这两个战术。头一个战术是讲你人的这个移动吼，爱经过审查。第二项是啥？伊袂使做的代志，共款袂使做，不管咧国内做，还是要出国去做，共款拢袂使。我拄则去简单的经济间谍做，这是即个立法新的。另外一个是讲，你若甲这个相关的技术吼，这个关键核心技术，给摕去领域外，领域外意思是啥？你走去中国也好，你走去欧美也好，你甲这相关的技术，你甲摕去外口。这个部分在咩新的修法内底，你甲领域，你甲这个技术关键的技术，因个秘密的内容，摕去外国，
伊会使判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讲，袂使做的行为，共款袂使做。伊即摆做的即个心态讲，你人会使出国无？伊是一个初步的一个算管理。我甲你看卖，你要去倒位啊？你要通宵甲你了解看，那会使当然就互你去。啊，若讲有风险，你要走去中国，你若去遐有风险，可能政府就有一寡把关。但是袂使做的，我讲的，国安法所修法的，经济间谍袂使做，因为判到12年。佮有即个领域外，你甲即个关键的秘密，咱的护国群山的迄个上关键的摕出去，这嘛袂使。我强调是讲，为什么即摆修法来变做即个戏？就是踮咧美国甲中国竞争的即个过程内底，台湾最大的压力。中国发觉讲，哦，甲你拖用，甲你污染的物件渗透较紧，所以踮咧即个美中的即个情况之下，台湾压力更较大，是讲咱台湾真侪科技人才。最简单的咧，你即个晶圆代工，咱台湾的市场是占全世界60%呢。咱台湾的晶圆代工代表咱的人才。科技人才是全世界真重视的，所以对美国也好，对全世界来讲，台湾的这个所谓护国群山，大家拢一直都全世界拢在看，是因为即摆中国叫我清楚讲，哦，我用资金的方式，我用人才学的方式来学台湾的这个物件，我会使甲全世界都做竞争。所以台湾这几年陆续修法，包括两花条例修法，包括国安法的修法，这拢是必要性的来保护大家。所以对这相关的商业团体来讲，伊讲。啊！我以早出国都拢无问题呢，啊！即摆来讲要增加修法，讲我出国都爱先加审查，其实这就是为着公共利益，这嘛毋是干那台湾呢，这是规个民主世界。律师，你睇下讲到一个重点吼，是世界性的竞争。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咱的半导体已经毋是干那半导体台湾本身，而且是关系到美国、日本以及中国以外的其他所在产业的问题。哦，这我来请教着玉仁。所以这吼就变成讲，唔是干那讲你家己个人，我伫这间公司，吼啊，我就为着我的工作权，所以我若要去中国，吼，这间公司都介绍袂歹，谁那恁要甲我处罚，要甲我起诉，吼，其实这已经唔是这个问题啊，因为咱即马就是对咱所谓咱国安法内面要保护的一个关键的这个技术的高科技的产业，吼，所以你若讲啊，你踮的这间公司都足普通的嘛，吼，搁做什么做记忆体的啦，吼，啊，要搁一寡迄种较普通的吼，像较低害对，较低害，像以前有一个公司叫做紫光，吼，迄赵伟国，毋是来遮讲啊，我这也要买，迄也要买，尾啊伊从咱这个南亚科技的这个高启全吼，伊学去，啊，其实吼高启全学去，大家嘛无感觉讲啊。这吼，敢若对台湾足大的损失吼，最主要是因为伊所手中的这个技术吼，无遮尔啊严重，吼，袂影响到台湾的国本。但是伊嘛带无偌久呢，伊嘛是离开啊。伊是踮无偌久，但是伊做的应该是较记忆体吼，啊，包括伊嘛有转来有一寡人才，较边缘的，嘿，较边缘的，像讲伊有一寡南亚吼，搁美工吼，搁华亚科这人才吼，去长江储存啊。因为咱看到这个低润教父，听落会惊。对，啊，但是讲低润的教父是毋是伊足重要的？重要甲讲吼，伊会将咱台湾的人才救起了，啊，台湾这个产业怎啊保起吼？就是讲，咱这是毋是咱保护的这个产业？所以高期权去的时阵，咱无感觉讲都损失足大的，吼。啊，尾来伊家己踮无偌久了，啊，感觉讲啊，嘛无啥物，佫继续对，啊，继续无落去，就5年就走啊。所以吼，这就是你是毋是关键的技术？哦，我拄拄讲的，梁孟松会去互三星安尼学，对三星这个设去中心啊，但是高启全白去过去家的人才，但是伊去紫光，吼，伊去紫光，咱就袂感觉讲哇，伊去紫光足严重的啊！台湾的这个记忆体吼，要帮盘啦吼，其实无这个代志，所以咱就要看这个产业本身，你伫个足重要的。半导体这个科技内面，哦，你伫个 IC 设计，吼，这 IC 设计嘛是咱最重要的一个技术，所以你要看你所踮的迄间公司，啊，即马这个公司嘛拢要保护这人才，所以吼薪水拢有较悬，互你讲你无想要，你袂动心啦，吼，应该安尼讲，就是讲我的技术，伫这间公司会当好好啊发展。好，所以这嘛就是咱即马最开始讲美国的这个联名内面，吼啊，对半导体的保护，对这个人才嘛，互因希望讲
工作的环境好，薪水也搁会当较悬，吼，较袂起心动念。心卖委屈，对，起码要到位。对。所以这是这边吼，这个法案内面，不只是讲咱台湾重视，吼，但包括美国，包括全世界，因为大家拢知影讲，有人讲吼。中国学都有问题，美国学敢袂使？是啊，是美国学是咱即摆政治立场哦，安尼是无问题。但是一定有人讲吼，我要选去中国，这我要干那食一份头路，敢着去考虑这个政治问题？是爱，因为这已经毋是你个人工作的选择的问题啊。律师你头有点头，其实头仔高老师也有讲到，讲到这个林文坚吼，伊就是吼。因为这个张忠谋吼选得到伊，结果呢，隶属到这梁孟松来走，这嘛是这个民间企业内面，伊分袂出车，伊无法度来处理。但是若像这种代志，咱嘛无法度事先来预防啊。就除了透过制度性或者是讲咱会道德劝说，还有其他的方式，律师。即嘛就是讲迄个。若是要事先来预防吼，即摆迄个国安法的修正吼，都一个国安法有修正，有一个修正吼，甲迄个营业秘密法嘛有跟进啦吼，即个营业秘密法是内面要讲啥物呢？应该是讲伊咧侦查的过程当中，袂当二处来泄露以外，还有其他的啥物规定？譬如讲一般来讲是讲。国家安全法内底吼，伊是营业秘密法要配合这个国家安全法修正的迄个部分吼，因为营业秘密的认定吼，拢伫营业秘密法内底做规定吼，国安法要修正的时阵，伊有准用营业秘密法遐个规定，所以讲国安法才要限制这人民吼，你要去迄个中国还是讲去国外吼，输出咱的人才的时阵，吼你所拥有迄个营业秘密，你读下来秘密吼，是毋是属于这营业秘密法顶管？咱民间咧讲竞业禁止啦，对，竞业禁止啦，吼。但是我也所知讲，在美国吼，因有一种法叫做反托拉斯法吼。那请郭老师。拄啊，咱主持人有讲到吼，其实你美国吼。对竞业条款的执行是足严的，足严的。伊毋是干那讲罚钱尔，伊阁有掠落去关，刑事的哦，罚个惩罚性的罚款，所以真侪伊迄个那种前 CEO 迄种的若强换落来，伊跳槽，伊3年内底袂使跳槽，咱拄啊讲到这其实咱拄啊，你讲为什么？咱迄个 Chip 4内底为什么要做一个大联盟？其实美国的构想是讲，这4个盟国内底人才互流，所以要摒除中国，这是最重要里面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咱都讲惩罚条款内底，上重要毋是立法完你要执行，因为咱。台湾进前就去美国我讲民邦有一摆民邦嘛因为就是咱敢若泄露迄个著作权嘛迄个专利权，结果美国就来甲咱台湾的迄像敢是编 Q 嘛，是毋是？就掠喺美国关嘛，掠喺美国关啊，搁罚200万美金啊，所以我会讲。咱虽然立法，但是你有这个法，咱台湾的执行，你有敢执行力？你若有执行力，我就感觉讲，安尼咱做了对。但是你立法完，你无法度执行，这个法放在遐其实是无效的。所以我是建议讲你后摆你若这个人，你若讲要投诚去中共遐去，咱就讲后摆你等来，我不爱互你鉴宝。我嘛不互你鉴宝奖，但我可能想讲，伊有钱人也无需要鉴宝啦。应该也是爱想着我也是感觉我要请教着咱黄律师在你的见解来看，咱是毋是有法度亲像高教授共款来充分来执行着这个法，而且亲像美国共款，真强制性，甚至就叫你人走去天涯海角，我就甲你集体到案，你就要来执行着你的家务。
应该安尼讲吼，美国当然伊是世界上的强国，所以伊咧司法互助顶悬，伊要掠通缉犯走到全世界各地，伊拢有法度掠，但是伊的管辖嘛是有限啊。你譬如讲，你拜登讲啊，你这个普丁是战犯，你敢有法度掠受审？所以他还是有管辖上面的极限啦。就是讲，我虽然是世界强国，大多数有司法互助，我有法度甲人掠入来，但是伊嘛是拄着讲啊，有的国家无要插。咱台湾即摆就拄着是讲，咱即摆开始立法咧录啥？要保讲咱过去迄个汤是讲，过去这中国的资金入来，公司入来，污咱的人才，污咱的技术。咱即摆开始陆续咧立法，污咱的汤。当然，迄个拄则高教授所讲的这个执法真重要。就是讲有法律了后，爱继续会当落去做。所以即届树林地检署的这个做代志，我感觉讲嘛爱甲肯定是讲啊。咱过去的法律就已经讲，啊，你中国的这相关的公司吼，若要来台湾要投资要做分公司，你爱经过咱的审查，你无审查入来有刑事责任，检察官就大动作甲你起诉了后，佫有一个重要是讲，你内底咱上重要是讲，因来遮是要趁钱嘛，伊要污咱的物件去趁钱，我甲你的不法所得8.8亿，差不多9亿。我甲你讲没收，我要甲你没收，所以我感觉这是真好的一个应该说执法的动作。咱即摆按法修法了后，这个执法的动作嘛非常重要。就讲头前有法已经咧做啊，即摆新修法，伊未来嘛爱落做。我甲补充一点是讲，营业秘密法甲国安法修法上大的差别是啥？过去的营业秘密法吼，伊较关心的是讲啊，你这公司，我这私人，我这财产。嘛去用偷摕去，即个智慧财产去用偷摕去，技术去用偷摕去，敢若是我物件放去的，所以伊真侪条文拢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因为敢若偷摕物件去尔，这是公司的利益。即摆咧看的是讲国安法的立场是讲，这是毋但是你私人公司的利益，伊个是国家的利益，所以国家的利益甲刑度拢有起来。为什么经济间谍12年，这个营业秘密法内底拢无法度去做处理？因为咱国家的即摆角色是讲。这个富国群山这相关的这个产业关键的技术，你若物件用偷摕去，毋是干咱恁这间公司受损害呢？恁公司营业秘密家己用偷摕去尔呢？这对国家嘛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营业秘密法过去无处理掉的国家的这公共利益的部分，踮咧即届的国安法的收治在内底，佮加强，就是讲你若物件这关键核心技术甲偷摕出去，你毋若伤害到迄间公司。你个伤害着国家，依照营业秘密法，依照国安法，国安法更较程度更较悬，要来做一个起诉，要来做一个查查。是，律师他讲着讲吼，其实咱台湾甲真济国家无迄个司法互助啦。这实际上的执行啊，嘛有困难。伊渡到天涯海角，譬如讲伊渡到中国，咱就无法度了。其实吼，这个部分，因为咱对精品法案到即摆这个台湾政策法案吼。最主要讲，咱知影讲，即个联名吼，即个保护即个高科技即个吼偷人时尚是美国，所以吼过去做侪所在，包括咱调查讲啊，即间公司吼叫做新源吼，啊伊内面后壁是啥。其实吼做侪物件，大家拢知影讲吼，台湾拢有一寡叫做中共的公路人吼，咧带路，啊遮吼拢是大脑，这大脑吼。为个名念出来时吼，你就听讲哇，连伊也咧替阿强啊咧做代志咧救人，嘿，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这个部分其实吼，咱台湾的国安单位其实即马参这个 AIT 吼，就是美国这边其实拢有密切的合作，所以你看到讲包括对蓬佩奥了，美国做者议员吼，就佩洛西吼，伫迄边来了。美国做者这个国会议员来台湾，包括9月27吼，蓬佩奥嘛咧来台湾，要来演讲，要参台商，要参这世界重要的台湾的企业家，要来座谈，吼，要互因知影讲吼，其实恁伫咧全世界咧趁钱，毋是你个人的代志，是全世界即个印太吼安全的代志。即个代志嘛，包括讲台湾的重要性，台湾要安怎变做一个非北约的即个联盟内面，互美国来保护参做伙作战的一个国家。所以这是遮尔啊悬的即个坎站啦，毋是讲干那讲啊，这个案件是要安怎掠吼，才会当讲吼，就甲从遮咧替阿强啊，咧替中国有人才的这个公司吼，要安怎甲因清除？这已经是战略的代志。对。
讲到这战略的代志哦，要来请教着陈律师吼。其实咱无司法互助，那么在实际上要执行的时阵，就有淡薄仔困难。那么应该透过啥物呢？咱人民的知识，要有这个觉醒。哦，咱讲吼，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啦，无敌国外患者呢国兴亡啦。但是咱人民吼，有的人让伊家己有钱，伊要居住的，伊要大的自由，这到底是在教育上，吼，还是讲咱这公司法顶头，还佫有啥物通好独立的所在？其实法律吼，安怎规定，安怎修正吼，上重要应该是咱了百姓迄个心吼，意识你爱出来吼，国家的意识爱出来吼。咱是一个新的这个台湾的民族吼，不管是你是偌久来，即摆住伫台湾拢是咱台湾民族吼。这个国家的利益吼，应该是国家安全爱优先吼。为着这个，咱爱知影就是讲，啥物会当做，啥物唔通做，吼，莫因为我一个人的迄个利益去伤害着咱的民族、咱的国家，吼。我嘛希望讲，咱遮的迄个业者啦，吼，高科技人才，对，爱善待这人才啦，吼，伊的薪水吼，伊的迄个生活吼，爱充分保障啦，吼，来。抵御讲迄个中国迄个恶意的挖角啦。实在讲，头先吴董事长也讲啊，你是要领爱悬，还是领要久？在整个半导体的这个产业当中哦，顾教授你的看法？其实吼，你讲你中国吼领真济，这其实是一件足危险的代志的，因为大家拢唔知影讲中国吼政府吼，伊若欢喜哦，互你钱；若无欢喜就甲你没收。吼，所以最近你就听讲。哦，足侪这个中国的好野人，突然间就死去啊！突然将伊的财产就无去啊！哦，像马云就是安尼嘛。马云阿里巴巴做甲遮大，就跟中共就逼伊落退嘛。所以你去中国其实是一个无保障的社会呢，无保障的国家。这个人你讲有啊，台湾足侪小贪的无毋对啦。但是小贪去遐，其实伊假互你就假有迄个把会收会转来。哦，为啥呢？伊拢叫你在遐买物啊？你因为中国是一个外汇管制的国家，你在遐摕国家钱，你嘛摕袂转来。你干那在遐地产，哦，在遐开所有的物啊，吼，花天酒地产，伊拢互你开完，开到最后，你转来时阵拢会身体拍歹。哦，这是我讲最重要。拄啊，陈律师吼讲了足好的，就是讲咱台湾吼国家认同爱国加强。吼，因为以前李总统就讲过嘛，咱若是讲咱的国家认同会使。甲75%以上的话，我感觉这敌国来甲咱挖角，这毋是太大问题。我举一个例子，你敢有看过犹太人背叛伊家己的国家以色列咯？无，因为吼，伊绝对掠你甲到。你若是背叛以色列，伊就用伊的迄那个吼，伊的迄 CIA 去甲你掠转来，这是国际有名的案例咧。吼，我讲到遮就讲，咱台湾人。就是讲，咱家己内部爱团结。你安那无团结，咱安那修法，安那加强执法，你家己无团结，你就是小贪。你安怎讲，你嘛是一人认鬼啦。对。医生姐，你的看法？所以吼，这就是一个本质的问题啦，吼。所以你看最近曹新成伊会徛出来讲你若认同你是中国人的，请你紧转去。你的祖国会甲你欢迎，你若无机票，我会替你买，我送你吼。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的这个认同的问题。所以包括台商也好，包括咧一寡遮的公司做工课，高科技的人才也好，你爱想好清楚，毋是讲我就干那做我的工课，我毋免管我到底心肝底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因为咱即马袂使安尼遮尔啊模糊，咱来问家己讲，我到底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所以我要保护台湾遮的科技，要保护台湾的即个产业，哦，爱会当伫个世界徛起，吼，那会当对抗中国，毋是讲吼
啊，中国遐尔大，吼，所以若无参与做伙，那有的人想讲，是我是台湾人，但是我要来赚人民币，要来赚了了。这个时机已经过啊，嘿，已经过啊，是因为中国本身的这个经济问题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包括即马你若伫台商伫中国，你若也无走的，吼，其实我熟悉也无走，有在条徛起的吼。第一就是讲，你的产业中国已经甲你认同啊，认同你是红色的供应链，就是讲你已经是中国的产业，非你不可。所以若要停电，也袂去停到你，吼。啊，第二，你是美国人，你是外国人，纯外资。嘿，你是虽然你是台湾大汉的，但是你可能是有美国人的身份，还是有新加坡的身份。啊，这个身份呢，中国唔敢对你安怎，所以这两类的人，即马伫中国还佫有在活，啊，若无大部分拢已经差不多走到要空啊。所以哦，这实在哦，我是感觉讲，咱台湾人家己爱想清楚，真侪人你是顺嘴，有诶，我真侪同学吼。